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我们要以在变动的世界持守不变的真道，彼此来勉励。Iniga valis no hakar a mi sa immer do suar no kawas。经文提摩太后书1章13到14节。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Imeren kuya ni pasifanaan ako itiswanan a malo suan iso a solinay aswar. Kalalit kiso a maimer to pitier iso ato ulah iso to nano nikalatsay iso aji Yesus Kristo.Kuya iraay i paluco ita a fangzaray a ringo ko sapi emer iso tuya nipa tunuhan i tiswanan a solinay a suwar. 2 Timothy chapter 1 verses 13 to 14. Follow the pattern of the sound words that you have heard from me, in the faith and love that are in Christ Jesus.By the Holy Spirit who dwells within us, guard the good deposit entrusted to you. 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一种感觉，这个世界变动得太快了，快到有时候让我们的心感到有些慌张，有些迷茫。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个人手里都抓着一只手机，表面上我们与全世界连结，但很多时候我们的心却很孤单。世界的声音天天在变，是非对错的标准天天在换，我们不免会焦虑，到底什么才是可以抓得住的永恒呢？这种对时代的焦虑，其实2000年前就有人经历过。当时有一位老人坐在一间阴暗潮湿的罗马监狱里，他身上锁着铁链，知道自己生命的尽头快到了。在那个动荡的时代，这位老人用他颤抖的却无比坚定的手，给他最疼爱的属灵儿子提摩太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封信。这位老人就是使徒保罗。保罗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隔着监狱的铁窗，对着提摩太，也对着今天活在变动洪流中的我们，发出了最深切的呼喊。让我们一起用倾听的心来听神的话。提摩太后书1章13到14节说道：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保罗在燃烧生命的最后，留给了我们一个回到古老的真理，持守信仰的生命指引。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守住那健康纯正话语的规模。弟兄姐妹，请思想健康这2个字。神的话语，这一本经历1000年的圣经，从来不是死板的教条，更不是用来约束我们的教鞭。圣经的原文字义里，这个纯正指的就是健康。当这个世界告诉我们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的时候，表面看起来很自由，但随之而来的往往是心灵的空虚与焦虑。世界的风向瞬息万变，像一场属灵的病毒。但保罗让我们看见神的话语是灵魂的健康指南。真理不是要剥夺我们的自由，而是生命线上的安全防护栏。
当我们打从心底明白这份古老真理是为了让我们活得健康，活得有平安时，我们就不会觉得真理落伍，而是会像宝贝一样甘心乐意地守住它。说到这里，许多做父母长辈的可能会叹一口气说，听到这里很简单，但现实是现在的孩子，甚至我们自己，一睁开眼就是看手机，怎么守得住真道呢？听众朋友，这就是真理要带给我们的奇妙启示。我们不需要把手机当成洪水猛兽，我们不是要被手机所利用，被手机程式演算法夺走专注力。相反的，我们可以靠着真理反过来善用手机。这只小小的手机天天充斥着世界的杂音，但它同时也可以成为引导我们走向正确道路的真理窗口。例如，当你今天打开通讯软体，看见小组群组或是组内朋友发出来的每日金句时，不要只是快速地滑过去，试着停下来，就在这只手机的荧幕前，好好的把那短短一节经文读上2遍，在心里默默地想一下它的意思，默想神今天想对你说什么。你看，不需要多复杂的仪式，就这短短的几分钟，我们就成功地把真理留在了生命里。当你不再被手机奴役，而是用手机来亲近神，古老的真道就在科技的世界里活了过来。当我们学会这样在生活善用工具，我们就是正用保罗所说的方法来持守保罗说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持守真理需要2只翅膀，一只叫信心，一只叫爱心。第一只翅膀是信心。当世界的价值观跟圣经起冲突时，信心让我们选择站在神这一边。我们不怀疑神的善意，把生命坚固地建造在神那不可震动的根基上。第2只翅膀是爱心，这点至关重要。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人们最缺的就是真实的爱。如果我们持守真理，却失去了爱，我们的信仰就会变得冰冷。听众朋友，身边的人或是我们的下一代，往往不是被大道理说服的，他们是被我们生命中流露出来的爱与榜样所吸引的。当我们在手机群组里不再转发八卦或焦虑，而是转发安慰与造就人的金句，当周围的人看见我们虽然活在同样的手机时代，却活得无比踏实，充满真诚的爱时，他们的心自然就会被这份真道所感动。最后，保罗讲出了一个终极秘诀，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面对这个时代，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的有限，我们无法24小时替孩子、替家人过滤这个世界所有的杂音。在他们面对道德抉择、暗战、盲从的关键一秒，我们往往不在现场。但是请放心，有一位永远在现场，那就是圣灵。只要我们接受了耶稣，圣灵就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了。世界的潮流是用大喇叭天天在轰炸，但真理是圣灵在我们心中那温柔微小的声音。当我们平时就操练用手机读经句、默想经文，我们就是在训练自己和下一代去听圣灵的声音。
在面对选择的关键一秒，安静下来，在心里问问圣灵：主啊，这件事你怎么看？圣灵就会在我们心里踩下刹车，赐下超越环境的智慧。亲爱的弟兄姐妹，潮流天天在变，风向天天在换，但潮流会过去，唯有神的真道永远长存。保罗在罗马的监狱里用生命守住了真道，今天这份交托的棒子到了我们手中。就在今天，当你再次拿起手机时，邀请你播出2分钟，读2遍神的话，让这宝贵的古道成为你今天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请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在这变动不歇的时代里，将这健康纯正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面对世界五花八门的诱惑与手机的洪流，求你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不被手机利用，而是能善用工具，在每天短短几分钟的经文默想中，将你的真理牢牢持守在生命里，赐给我们信心与爱心，活出生命的模范。谢谢主，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我来到神面前，最新的神面前，弹琴跳舞大声欢呼。我来到神面前，最新的神面前，有了你我就喜乐，我选择喜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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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处唱唱喜乐。我选择喜乐，喜乐，喜乐。神在这里，喜乐无止境。我来到神面前，最新的神面前，弹琴跳舞大声欢呼。我来到神面前，最新的神面前。